即係譬如你會唔會話 check 過你嚇，即係搭唔搭得飛機啊，或者搭唔搭得車啊，咁然後先至派你上去做啊？呢樣嘢你呢啲係應該自己知自己事㗎啦。平時如果你係搭車都會暈車浪，搭船會暈船浪，我諗呢份工唔使考慮，因為有陣時我哋呢份工作喺上邊遇到啲氣流咧，個動盪性係幾犀利下嘅。我相信都係。咁譬如你做空中小姐啦，咁員工梗有啲利益㗎，係嘛？咁個假期係點啊？假期又係間公司都唔同啦，就大概嚟講係3個禮拜到1個月不等，就係可以有免費機票或者係 discount， 即係折頭嘅機票去第二度放假，即係休息下。咁譬如家庭嗰啲你啲兄弟姊妹啊，咁都受益㗎啦，係嘛？啲機票、父母等等。父母有，兄弟姊妹就有，但係就唔係話免費嘅，就要即係俾翻象徵式少少嘅費用。咁譬如話嗱，個個都係希望高升㗎。咁你做空中小姐，咁咪升到去邊咧？唔會升咗出飛機出邊㗎嘛？我哋升極都3萬幾尺嘅啫。到底你即係你哋嘅升級係嘅制度係點？我哋升級制度咧就由初級啦，然後到高級啦，就係由 junior 做到 senior， 之後咧就會再轉做purser， 即係差唔多係飛機裏邊嘅主管。另外就 purser 即係主管之後就會做 supervisor， 即係監督。再之後咧就可能會睇你啦，即係有陣時你興趣，如果你仲係中意飛嘅，咁你就可以做 supervisor 監督。如果唔係，你就可以落翻嚟地下就做教師 instructor。盧小姐，你唔介意我問一個問題？咩咧？就係到底入行做空中小姐，佢嘅人工係點樣計？普遍嚟講咧，個個都諗住我哋揾好多㗎。其實事實上咧，最緊要係你一個月裏邊係嗰個 flight time， 即係你一個月係飛幾多個小時計，你飛多啲就多啲。同埋如果你飛遠啲，嗰個另外我哋叫做 allowance， 即係佢哋嗰啲食飯方面嘅費用當然會多啲啦。咁其實就係計嗰啲 basic 方面，即係底薪方面咧，就比普通嘅寫字樓工好啲嘅。咁各位觀眾，我諗大家都知道咁上下噶啦。咁請問你，譬如你而家喺飛行上邊啊，你覺得最困難嘅係乜嘢咧？最困難就係有陣時啲時間好難適應，即係譬如我哋係朝頭早起機嘅，去到第二個地方都係朝頭早，咁就有陣時休息時間嗰方面咧，好多時都瞓唔着嘅。咁即係時間工作時間點啊？譬如話你譬如由香港飛去加拿大，咁之後有冇假放？通常長途機之後，我哋會大約有1個星期左右嘅假期休息。咁如果係短程嘅點咧？短程通常至少都會有1日，但係你喺你自己home town， 即係你駐守嗰個地方休假嘅時候咧，有時如果係遇啱公司有同事話病嘅唔上得機，而佢哋需要人手嘅咧，你係 stand by， 你係喺屋企啲冇嘢做嘅，你一定要翻工。咁樣，咁其實即係做你嗰行都幾辛苦嘅，有陣時。唔係好舒服嘅。但係你買嘢又平啦，係嘛？免稅啦。呢個有。咁我都唔阻你咁多時間啦。雖然我哋仲有好多嘢可以講。仲有我同你頭先咪講過啦，喺飛機如果係出世咧，成世都唔使買機票啊。非常多謝，非常多謝你。各位觀眾，70樣呢節目咧到此咧第一輯係完畢啦。以後咧，我哋盡量介紹各行各業俾大家嚟到去研究。拜拜。